在哪儿？京都府前。杀人灭口事情都做了，装傻有意思吗？杀人灭口？怎么？铁证如山，你还要抵赖不成？没想到北齐圣女要保护一个庆国人。庆国人杀庆国人，齐国人凑个热闹。凑热闹是吧？凑热闹，能与北齐圣女一战，也不枉费我一生祈祷。说的不匀，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合作。我跟那个海康图图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我还都没说话呢。我知道您在想什么，我必须负责任的说，您想错了。继续解释。对天发誓，行不行？我是婉儿什么人？是他爹。那你说我信不信？您总应该相信我的人品。哎，您把林家和婉儿托付给我，不就是看上我人品纯良吗？这是京都，人品纯良，我敢托付吗？那我这一身清白，我就说不清楚了。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，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。您这句话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夸你呀！范无咎这一手用到此处，绝妙不过。此事诬陷真凶，所有图谋到如今全数逆转。这一局，李承泽已露败相。来了。时间很短，杀检查完，怎么回事？北西境内，东藩死者下手，海棠夺走出手相证，我败了。他们把我押回京都，关押几日，今日把我打晕，醒过来就已经在京都府了。
海棠朵朵押你回京都？那倒不是，是监察院的人把我押回来的。监察院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？不清楚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嘴严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殿下准备的杀手，原本是为了嫁祸范喜，可如今你的出现，反而让殿下陷入了僵局。要杀我？我现在还不能死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第一，追杀犯死者的事不能提。懂。第二，京都府前行刺，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绝不可牵连殿下。我现在这个身份，说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。信不信不重要，起码明面上要过得去。行，行，行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，我转达给殿下。良心，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参加传媒了？替我谢谢殿下，他至少给了我希望。跟他说谢谢。我该走了。哎，老徐，麻烦你个事儿。说。让我带本书，就一本圣贤书，哪本都行。谢谢。谢谢。殿下猜到你想的什么？最懂我的还是他。跟殿下说谢谢。他们对你怎么样？有肉吃吗？
海棠朵朵、监察院都站在范闲这一边。这个海棠朵朵跟范闲是不是有私情啊？我觉得不是。那为什么要帮他？因为范闲是内库未来的主人。危难之际，圣女出手相救，感激不尽。还行吗？行，行。什么行？上京城啊！好。跟你们南庆、京都比呢？各有千秋。这鬼鬼祟祟怕什么呢？我怕他们把我认出来。齐国人和庆国人长相上没什么区别，不用担心，你光看脸看不出来。你再发。你知道我在秦国多出名吗？爹是范建，武尚书，司南国，在你们这异国他乡的，我这高贵自己多危险啊！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了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爱听这个，那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，嫂子。你哥是怎么说我的？还用他说吗？整个庆国都传遍了，我都懂。你懂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在齐国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别叫我嫂子。齐国还瞒着呢是吧？没瞒着，已经说出去了。我跟你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我跟你是一头的，我向着你。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呀？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？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，哪跟你似的，是吧？又特别。我告诉你，我帮你哥主要是因为他接手了内库。我们齐国跟你们庆国毕竟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如果你们庆国内乱的话，我也是乐见其成的，懂吗？就完全不相信是吗？跟上。上哪儿，嫂子？哎呦！就这儿，进去吧。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。干啥使？指挥暗探居中调度，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哦，指挥暗探。对。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，那你俩指定是好朋友。该帮的我都帮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人呢？偶感风寒，不宜待客。你要什么自己看啊。罗宝坤，范思哲。哎呀。来，那是要啊！你哥呢？嫁呢吧？不知道。他没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帮你啊！你别胡闹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？啊！我大庆暗探，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！这等要紧差事，你别跟着掺和。反正你要能来，我也能来。这话说的。严冰云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，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。
你再看看我，啊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，仿佛潜于九渊之下，毫无破绽。这般手段，你还敢小瞧我啊？还是小师妹会吃，酸辣加水果真不错。师兄，怎么想着来看我了？陛下叫我来的，他就想问问范思哲是不是送到郭宝坤那个油铺去了。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？哼，何止，满朝上下各部官员，现在谁不知道？别说他们了，咱们老师成日清修，足不出户，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。陛下特意说了。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，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哎呦，难呐！做事太不小心，漏洞都出现的那么突然，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，太难了。没事儿，咱们齐国上下用心帮衬点儿，务必保住这个郭宝坤。这北齐锦衣卫，在我看来，就如同草鸡瓦狗一般。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，万无一失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，可见我藏得多好。听着倒是挺厉害啊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你说，你尽管说。哪儿都对，哪儿都对。既然呢，你哥让你跟着我啊，那我就给他个面子，你好好学学，也多看看。这样，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。什么？踏青？跟谁啊？暗探啊。暗探平时还能踏青呢？怎么了？大家身处险境，背井离乡，难免心生忧惧。那我就想着，没事我们可以聚一聚啊，踏踏青，吃吃饭，哪怕一块看看书也好呀。这样吧，我是说，万一呀，就是你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，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。由此可见啊，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，你哥算是挖到宝了。好，可惜了的呀，你也要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回京都啊。我哥让我来找你，就让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，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。真的？啊，说时机到了。他说让我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去呗。那这儿怎么办？交给你来接管了。我交给我怎么了？不就天天带他们游山玩水的聚会吗？但是啊，这次我得先送你回去。行。干嘛？哎呦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？咱不着急吧？现在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咱不再谋划了？有什么好谋划的？路上那么长时间呢，可以慢慢想啊。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！你要动作够快，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，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。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大伙都守着呢。这是要回庆国啊？看着像。怎么办？放不放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！要不你去问问陛下，
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？陛下说了，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，你做主。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？没有，走得很突然。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这留个好印象，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？哎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你定。你们珍惜一下圣女好不好啊？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。你们个个多悠闲，我是圣女啊！贤？哦，对了，陛下让你有空给范闲写封信。我给他写信干嘛呀？问他一下，回南清这么久了，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，属实有点过分。天天就知道看书。放人。是。我跟着去看一眼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。范闲怎么了？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哎，小师妹，你已然是圣女了，言辞注意优雅点儿。我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有关系。你们，我烦死了！小师妹，记得写信，信里催更。哎，停车了！圣女，怎么样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像人觉得发来有问题，不过被我们按下来了。车哪儿来的？和马航租的，租到哪儿？租到边境。就直接说去边境，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。可不是嘛，车马航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，不过被我们压下来。敢问圣女，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。辛苦你们了。一切正常。刚才你还挺聪明的，居然说去边境，没直接说去庆国。随时保持隐蔽，是咱们做暗探的第一要务。我还挺有天分的吧？思哲，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。郭兄，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。哎呀，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郭兄所言极是啊。大人，2个消息啊。一个呢，是这范无咎，在刑部都已经招供了。怎么说的？我在殿下府上做事，圆梦与靖王世子相识，世子又与我们家殿下常常走动，我便认识圆梦。圆梦转投抱月楼，我看这是个好买卖，就偷偷瞒着殿下，帮着抱月楼办了几个卖身契。可惜此事被人知晓，我就故人行凶，之后就有了杀人灭口。我太贪了，都是我干的。他说的倒清楚，
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。他说呀，这个买凶是故意冒着您的名义，想要栽赃给您，这不合理啊！他既然冒充我买凶，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查这个凶手啊，已经查到他身上了，他不杀人灭口已经不行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倒是撇清楚了您的嫌疑。我原来还担心呢，担心他往您身上泼脏水，说跟您同盟呢。二皇子现在跟我这局面，他会下刀客跟我同谋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啊，已经顾不上我了，只能尽量撇清跟二皇子的关系。那他能撇清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京都的人有那么好骗吗？可是刑部说供词没什么问题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心知肚明罢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俩消息吗？还一个呢？啊，有人又来探望您的病情了，病重不见客，是督察院的赖明成。就上回参我那个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来看望我的病情，这是哪一处啊？我家大人呐，那是重病缠身呐。但是听说赖大人到了，他强撑着也要跟您见上一面。你们家有多大？我们家，范府，范家这，不知道。各部官员所居宅邸大小是按照职别各有限定的。啊，如果范府逾制，我一定要裁上一本的。那要不您给量量？今天没有准备，有尺子吗？您等会儿，我给您借一把去。啊，不用了。我这样一个人量，是不是太耗时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没人这么干过。要不我帮您，咱一块儿量。今天就算了，下回吧。哎，哟，大人，您看你怎么还起来了？不是不让您起来吗？小范大人，赖御史来了。啊，哎呀，赖御史啊，我都这样的了，我就不起来了啊。哎，小范大人，我问过太医，说你是重伤，买了些红枣，给你补补气血。多谢多谢。我们这些督察院的靠的就是一点俸禄啊，不比那些官员。你可能也听说了，在京都府里，只有我们这些御史是最穷的。本想给你买些补品，只是捉襟见肘，买不起，请见谅。红枣挺好，我就喜欢红枣。赖御史，请坐吧。老王，看茶。我坐坐就走。您请坐。我给您倒上啊。小范大人，令尊中毒，你又重伤，是不是二殿下所为？我只能说没证据，不好说。范无咎的供词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他一个门客，竟敢瞒着二殿下参与抱月楼杀人一案，一听就是胡扯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参二殿下。你想参皇子？我等身为御史言官，理当秉公执谏。那我敢问一句，您这话干嘛跟我说呀？贪腐一案侦办至今，从名册上往下查，京城的官员受牵连的都与二殿下有密切的来往。如果继续查下去，发现潜藏极深，光靠我们督察院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下去了？除非是监察院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案卷，
找我帮忙？不是找你，是找监察院合作查探。那你应该去监察院呀，来我家做什么？监察院内其他人我不熟，只有你，我刚刚参过你，也算是有来往吧。这算是哪门子来往啊？这查探是为国事，有问题吗？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还参我吗？当然要参了。你这是既要参我，还要我帮你。此事绝非个人恩怨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国法森严，怎么能私人交易？您可真是请人帮忙，一点好处也不想给。不愿意就算了。可以。怎么？可以合作。老王，哎，带赖御史去趟监察院，一处有哪些案卷相关的，他想看都可以看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你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赖御史，虽然你过去参过我，将来可能还要参我，但我总觉得有朝一日，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。那不能。行公事者，怎能有私意？有道理。不过，小范大人，你我在查府反贪上面也许会有合作。为了国事，我想再多问一句：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怎么了？你病好之后，抱月楼一案，我要参你啊！那这一处的案卷，您多久能看完？1日足矣。2日，2日之后上场。2日病就好了。吃了您的枣，可不能耽误你参悟。那好，2日后，朝堂上见。哎呀，这位真够可以的，哎，我送送去。你也难得啊，才被督察院参了不久，啊，又一波来了，还把我一块带上。哼，没听说这么做官的。是啊，别人做官都是人情，我一做官全是人祸。你自己倒是知道。是我错了。谁说你错了？伤天害理、贪赃枉法那才是错。好好做事，不就是麻烦吗？你爹我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麻烦。我，那个，您没事吧？我倒无妨啊，只要2位康复就好。他怎么还跟你打招呼？怎么了？哼！赖明成做御史以来，快成疯狗了，至今咬人粗眉笑脸，我都没见过他跟人点过头。赖御史这样的官，我还是欣赏的。天阴了，瞧着要下雨。走吧，陛下等着呢。哎，这也不是上殿的路啊。今天在御书房。为何不应该在殿上吗？陛下说了，督察院主要是参的你，你什么官职？哪有资格总是上殿，占用百官的时间？哎呀，行吧，是我不配。哎，我坐哪儿啊？坐。就是参小范大人了。后面站着去。不止。啊，这督察院胆子这么大。哎，听说赖御史还去监察院查。借过啊，不好意思。闹得人心惶惶。
新的人。半大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？啊，我看看这儿有什么书。这地方好啊，谁也瞧不见呢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啊，今儿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陛下说呀，今儿来不来不强迫，看自愿。自愿啊，这可基本都来了。这年头自愿能信哪？您看看，您看看，那几位都到了，我们谁敢不来啊？是吧？啊，这里不同大殿，不必这么拘礼。都坐下，放轻松点儿。范闲，臣在。雷明成，臣在。你还参他吗？参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户部尚书范建。陛下，赖御史参我之前，我能先参一个吗？说。陛下，请看，全是名贵珠宝，臣找人估过，价值连城。哪儿来的？前几日臣与郡主去长辈家中做客，人家随手送的。随手一送就是价值连城。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，依山林见远，搜集天下奇珍异石，更有花魁无数，奢靡之风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个那位是哪位？正是监察院院长陈萍萍。臣参陈萍萍涉嫌贪污受贿，请陛下明察。陈院长，臣在。有想说的吗？小范大人，我自己的东西送人有错吗？有没有错我说了不算，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腐惩贪、肃清吏治、以彰国法，在这个当口，什么礼也不敢收啊。陛下，臣能解释吗？陛下，这些珠宝您是否看着眼熟？这些都是陛下赏的，微薄之功，陛下屡次重赏，臣内心感激，也惶恐。你拿朕赐给你的东西送人，什么意思？自家后辈，其他的也拿不出手啊。那陈元呢？陈元是我暂住，房契不在你名下？不是。陛下，这种手段也常有，房契不写自己名字，对外说是或租或借，但深查下去就不好说了。陈院长，能不能解释一下陈元是借谁的？皇家财产，陛下赐我暂住，臣也有些积蓄，这些钱财所有来处全都可查。范闲，满意了吗？臣满意，臣参完了。赖明成，陛下，你参范家父子是什么罪名？陛下，范家牵扯抱月楼一案，身为朝官，私开青楼，与理不合，范家教子无方，有损官声，范家父子皆该担责。好像还死了人。陛下，杀人一案牵扯到二殿下，臣想一件一件的讲。范建，
臣在。你想说什么？回陛下，臣次子范思哲顽劣少礼，被人瞒骗，确实是鲍月楼东家。臣教子无方一事，无话可说。幸而犬子悬崖勒马，深知悔改，早已将鲍月楼封了。臣也以家法责之，将其赶出京都，远赴苦寒之地，磨砺身心。先有国法，后有家规。犬子范思哲并无官身，开青楼虽然不妥，倒也不违律法。既然这样说，那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谁没有妻儿老小、七亲八故？要是人人都恣意妄为、官为私用、沆瀣一气，那我大清朝堂的脸面何在？陛下，范建身为生父，范闲身为长兄，范家父子皆应担责。你觉得怎么个担责？降爵严斥。丞相，陛下，你觉得呢？臣不太明白了。鲍月楼不是有人命官司在吗？这都没说清楚，怎么又聊上家规了？老臣附议，毕竟人命关天呐。言之有理，人命关天，查无实证。范家的事儿，稍后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原想由轻到重，循序渐进，先谈人命官司也行。范大人，不是你图什么呀？您自个儿是监察院的提司，您参这边干啥？查探惩奸呢，我图什么？新单要是摊了，我一样参你。开玩笑，看戏。诸公都知道了，鲍月楼3凶犯杀人之后被监察院捕获，随后刀客范无咎在京都府外刺杀凶犯。据查，凶犯乃是二殿下的门客臣赖明成，参二殿下有杀人灭口之嫌。儿臣御下不言，勿信奸佞。只是这杀人灭口的罪名，儿臣担不起。范无咎已经供认不讳，诸多恶行真的是他一人所为，儿臣也是遭贼人蒙蔽，悔之晚矣。来人时，庆国的律法讲究的是人证、物证。正是。陛下，我督察院深受皇恩，彻查百官贪腐，现在已有端倪。经过细查，在前一份的名单上又查出京都15名贪官的名字。陛下，请看。陛下，范闲出使北齐归来，向陛下提起，二殿下和长公主携手北齐走私一案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大批的银两哪里去了？这15名官员都有大量的钱财来路不明，而且他们都与二殿下来往密切。这臣就要问了，这走私来的银两，二殿下是不是都用到了贿赂百官的身上？陛下，臣恳请重查二殿下与长公主北齐走私一案。
不准！陛下三思啊！走私一案查无实证，纯属揣测。这事儿就到这儿。陛下，实证也许就在眼前。范无咎是二殿下的门客，重审范无咎，一是人命关天，可以查出真相；二是可以查出走私的端倪，请陛下恩准。查，说的太对了，一定要查，我100个支持。至于范无咎重审之事，我也支持。有赖于实在，鲍玉楼之事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一个清清白白。陛下，儿臣还有个念想，不吐不快。说。方才范尚书说了，抱月楼已经封了，儿臣着实有些担忧。抱月楼内歌妓杂役少说有数十人，他们一样是大晋的子民啊。这抱月楼封了，他们今后该如何生计？何去何从啊？儿臣以为这抱月楼之事是由范家起的，这些人也应该由范家来善后才是。有道理，抱月楼善后之事我接着。麻烦问一句，还做老本行吗？那自然不会再做青楼。那就太好了。李承泽，传旨，禁足你半年，自请其身。儿臣遵旨。范见范显，臣在。罚俸禄半年，以儆效尤。臣遵旨。赖明成，陛下，赖御史，满意了？陛下，范家父子有损官声，降薪半年，处罚太轻，难以服众啊！你还想怎样？将军，家风确实不严，但是罪不至此吧？陛下，三思啊！陛下，你这是逼着朕改旨意是吗？臣不敢。你什么不敢？你什么都敢。二皇子已经禁足半年了，你还不知足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大体都有个了断。散了吧。陛下，臣们还没有参完。陛下，臣还没有参完。好，你参谁啊？陛下，臣要参的也是陈萍萍。臣参的不是贪腐，而是法度不明。臣也不是参陈萍萍一个人，我参的是整个监察院。
陛下，监察院成立至今，麾下用人良莠不齐，诸般形势素有狂悖，朝堂上下、敌国境外诸事皆有涉足，可谓权力滔天。陛下，请问历朝古制可有此先例？岂有此理！陛下，陈院长呕心沥血，为庆国立下多少奇功？若没有监察院，哪来我庆国的太平盛世？你还敢参监察院？对，就算古制，也未必全对。可是庞然大物，天下诸事各不共担，这不仅仅是古制，亦是常理。陛下，臣恳请将历年监察院之卷宗交付六部，分而治之。你这意思是让六部多担些差事？不止，臣频频告老。百官都觉着监察院终究是利大于弊。那说明六部有昏昧。赖御史，监察院这些年来还是立了不少功的。可法令不明，后患无穷啊！陛下，这陈萍萍还在国法辖制之下吗？你的意思是天下人皆醉，唯你独醒？陛下要三思啊！这人一直这么用吗？啊，那个赖御史啊，向来都是逮着人就参，陛下他也说不了什么，是吧？嗯。好了，监察院一事非一日可定。朕有些累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陛下，臣没有参完啊。好，你还参谁呀？陛下，最后一个。说，陛下，监察院威压六部，用人不明，这只是表象。正所谓正本清源，朝堂错漏，百官有责，然而并非根本。民间有俗语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臣最后要参的是说，大胆的说。是陛下。那你不要！杀疯了，确实是疯了。陛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者不知，是无智；知者不改，是无勇。我大清国的根基，不是监察院，是文武百官，是天下良心呐！陛下，现在改还来得及呀！天下人都错了，六部百官也全都瞎了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赖御史的意思是错的，不只是你们，连朕都一样错。陛下英武，天资过人，但人非圣贤，臣怎能知错不见呀？陛下，
赖明成攻侮陛下，无惧无杀，此人狂悖之极也，简直是畜生啊！陛下，儿臣实在是没忍住啊！陛下，每日殚精竭虑，为的就是我大庆的太平盛世，而此人竟然如此折辱陛下，儿臣痛苦不已啊！陛下之光胜过日月，陛下之恩犹如父母，陛下被骂胜过鞭打，臣之肉身啊，臣疼啊！儿臣也疼。行了，陛下，赖明成确实说话难听，但毕竟身为御史，职责所在，望陛下宽恕其罪，留存其身，为国效力。臣也如此觉得。赖明成是荒唐，可陛下何等胸怀，怎会跟这种人计较？训斥责罚一番，也就罢了。你们的一番苦心，朕看到了，也听到了。陈院长，陛下，臣是被参之人，无权评论。秦将军，臣在。陛下，赖明成太糊涂了。监察院对庆国有功，他根本就不理解陛下的苦心。他的官职该降。临下，老臣觉得大家都对。都对。赖明成犯下大错，罪无可恕。可是陛下仁德，天下皆知，该杀该罚都合情理，该放开用，全凭圣恩。臣琢磨来琢磨去，这冒犯陛下之罪，还是当防。如何处置，还得陛下圣裁。朕以为赖明成参得好，参得好啊！直言进谏，不愧为我大庆的第一御史。国事为重，不计私心，百官都应该有此心怀啊！朕看来，不可以罚，朕要赏。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陛下，臣心中现在是既悲痛又感慨。陛下被参，臣痛苦万分。但是有赖御史这样的清官名臣，臣又感慨万千。所以此时此刻吧，臣是悲喜交集呀，也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。好了，朕在考虑着赏什么。陛下，现成的，范闲参我呈上去的珠宝。陈院长格局小了，我堂堂的大庆御史怎么会是贪财之徒呢？哎，林相，陛下，古往今来，御史一生追求的是什么？御史直言谏君，
为求青史留名。青史留名，停仗。停仗能让他们千古留名。陛下三思，史书上赐停仗的君王，或许有微词啊。朕知道，如果停仗了御史，那些史官的笔下，朕不会有好结果。哎，那朕就吃点亏，成全了他。大家好好学学。陛下不昏是我昏呐！陛下，赖御史查惩贪腐终究有功。你这么袒护他，好，赖御史的监刑就由你了。大仙，陛下下旨了。臣接旨。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不知道。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范闲奉旨监刑，赖明成在何处听仗？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小辉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陛下让我监刑。哟，真好，大都上下。陛下除了让您监刑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了。那就是没打算停。先别打了，我去问陛下。小范大人，来不及了。
到监察院了，院长像是在等您。我谁也不想见。这个房间你没有来过，很少有人能进来。这个宝贝是连接八处的重中之重，八处所有的密钥，无论大小，都会第一时间传送到这里。各处都有不同颜色的区分。我也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发出密令。这个宝贝还是你娘留给我的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我想不明白。为什么要把赖明成活活打死呀？不是说以前指着陛下的鼻子骂都没事吗？陛下气度恢宏，指着鼻子骂不仅没有问题，最后陛下会一笑了之。那为什么这次就把赖明成打死了？他参陛下都没有问题，只是不能触碰逆鳞。监察院是陛下的逆鳞，倾国中兴才是陛下的逆鳞。那要照这么说，难不成有史以来敢参监察院的全都死了？参过监察院的御史很多，赖明成是第一个被杖毙的。那赖明成跟以前那些人有何不同啊？赖明成是不是找过你？是啊，共同查案。督察院查贪腐掉线案卷并不是绝密啊。陛下是这个监察院之所以独立于六部之外，就是防止有些人把手伸得太长。我不该答应他，是我把他害死的。不是你，你答不答应都无所谓。赖明成决定选择你去找你的时候，他的命运已经迎来了终点。找我，就是他的死因。再深想一步，陛下为什么让你监刑？你是不是还欣赏赖明成？是。你知道吗？督察院那些御史在替赖明成收尸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对你恨之入骨。从今天开始，督察院所有的人都不会与你为友。你要接受内库，你要接受监察院。如此重任的臣子，亘古未见。我只能是个孤臣。天威难测，圣心如渊，这8个字记在心里。联合监察院，弹劾监察院，再加上找我，这就是他的死因。咱们这个陛下，就是不能接受有人跳脱在他的掌控之外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国法也好，监察院也好，不都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吗？万民和陛下到底哪个重要？这些话从今天开始一定埋在心里，永远不要说出口。
知道答案，不会再问了。总是有些人走和陛下不一样的。我娘吗？已经死了。是。你娘已经死了，但路永远在那儿。回家去吧。雨下得这么大，换件衣服，暖暖身子吧。读书也不急于这一会儿，困了就歇会儿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么多书还没背呢。这些好像都是我的书吧？对啊，全部都是你的医书。我说怎么书架上少了那么多？怎么突然想起来学医啊？帮你啊。帮我？哦。上次爹装病，幸亏你下毒才躲过一劫。后来我打听了，这毒理呀，亦是医理，所以我学医。万一哪天需要装病你不在家，我可以来啊。学医很苦的。我不怕，这些书我都背了大半了。也不急于这一世。哥，要不你考考我吧？不用，你背你的，我就坐会儿。哥，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心里烦，到你这儿静一静。要不跟我说说？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就朝堂那些破事儿吗？哥，要不你别当官了，那我干什么？做什么都行啊，天天游山玩水也挺好啊。没钱了怎么办？我养你啊！我现在学医了，我都打听了，行医可挣钱了。你养我？对，还有嫂子，你们俩我一起养，逗我开心呢。我认真的，我真的认真的。好，要是我真有一败涂地、无处可逃的一天，就靠你了。不会有这么一天的。若是真有了，我保护你。一言为定。谁变谁小狗。想学医，光靠背书可不行，在这儿等我，给你找个东西。学医得见血。先开膛破肚，再伤口缝合。用
用这个？比以前强多了。当年老师教我的时候，我剖的都是尸体。活着剖，那也太疼了。格罗方，3处特制的迷药，保证无痛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你们的卖身契。真的是卖身契，怎么在他手里啊？不知道啊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只是卖艺，但人是自由的。自由的。不卖身，只献艺。那还会有人光顾吗？确实，今后前途未卜，所以小范大人才让大家去留随意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行。真走呀！把这么多的东西走。小范大人可以命令我们留下来的，根本没必要让我们自己做选择。我们的命别人来定，早都习惯了。他说他不喜欢。小范大人还说，你们的命应该自己定。我想留下来试试。好，欢迎桑文姑娘加入抱月楼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愿意相信小范大人。我也想留下。金毛掸子，太香难了！来下来，金毛掸子。大人，这看着不对啊！堵我呢？要不咱绕路吧？继续往前，人都来了，就不躲了。好嘞。来看看啦，要堵吗？上！里边的人，给我滚出来！大人，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！这家里边，不是国公就是王侯。里边的人，给我滚出来！大人，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！这家里边，不是国公就是王侯。勋将子弟啊，勋贵子弟吧？想必也有将门之后吧？这也对，但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咱不好动手啊。这几个啊，不敢出来，我都给您记着。不如咱回头啊，私底下再一个个的打他们的黑棍啊，只要不露脸，到时候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有道理，不过今儿啊，我还就想露个脸。你就是范闲呀？听说抱月楼是被你小子给接下来的，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？你知道抱月楼是谁的产业吗？你小子没这个资格接。这是咱家殿下的产业，识相点。
把楼给还回来。小爷我饶你一命啊！三皇子，我猜猜，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？这是想把抱月楼抢回来，在皇子面前长个脸。哼！你笑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害他？吓唬谁呢？把楼交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交这楼，小爷我今天就能让你死。不信。真不信小爷敢在这儿杀人呀？哟，兄弟们，上！那几个小家伙还真敢动范闲，从小养尊处优，到这个年纪都没个轻重。那咱们该好好准备准备，看看怎么借此机会针对范闲。他不是一直想要个公道吗？那咱们就给他个公道。去趟叶府，找叶灵儿，就说我禁足在家，不便出门，劳他大驾，亲自来见我一面。人家未必会来吧？就说是我与范闲的争斗，他会来的。这叶姑娘跟郡主走得近，跟范闲关系也不错，要斗范闲，她不可能吧？来点人，搬梯子。警察大人，路上来迟。这些人都认识吗？认识啊，这些个家中长辈都是朝中。您确定你认识？属下眼花了。属下根本不认识他们呀！这些个家伙，他们身份不明，当街阻拦提私车驾，属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抓了？听你的。押回去。是。你们敢抓小爷，请去满门抄斩！各位，行行好，少说两句吧。人呐，闹事的都是虚大人，真抓呀！抓呀！然后呢？然后从他们身上搜些银子，把这店家给我赔了。臭崽子，下手没轻没重。咱家大人胜吧，闲吧，去吧。这应该是2殿下的手笔啊，逼着您跟3殿下翻脸呢。我知道，咱不上当，回一处。好嘞，把严嵩交出来，驾！王庆年，哎，三位大人，不去一处了，进宫。不是大人，咱不是说咱不上当吗？退一步越想越气，忍不了。他在上面干嘛？不知道。他平时都这么接待客人吗？不是。那我也要上去。不一定。殿下说也可以不用。
谢谢你能来，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，随意。你为什么坐这儿啊？如果我说我跟范闲都是误会，你信吗？你们都闹成那样了，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欣赏他的。那你跟他说呀，找我来做什么？他不一定会来，误会太深。其实我对他从来没有阴谋诡计，不信你看我眼睛，我以皇族的尊严发誓。我能不能问一句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被逼无奈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谁这么有本事，敢逼皇子？陛下，我想远离纷争，他不让啊。在群臣面前说我贤德兼备，13岁封我为王，15岁旁听朝政，他不让我离开京都，给我机会结交群臣，广结党羽。你让太子怎么想？说我不想争太子心吗？我只能够一步步的往下走，到现在，如果想回头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让我做太子的磨刀石啊！这种话大逆不道。所以在屋顶上说，没人听得见。你怕别人听见，干嘛要跟我说？你我婚约在身，既然无法反抗，这后半生你我二人就是命同一体。如果这世上一定要找一个人敞开心扉，应该就是你啊。现在你应该相信，其实我对范闲没恶意。等，我有点乱。你跟你的未婚妻敞开心扉，是为了证明你和范闲之间的误会？这是不是哪儿不太对呀？如今我在禁足，怕是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人愿意见我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请你替我送一份奏表入宫。什么奏表？为国举贤。举谁？范闲。接着说。监察院最新消息，各府子弟当街拦截范闲车驾，范闲出手击伤3人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关在一处。这是多大点儿的事儿，你就跑朕这儿来了？不是，到陛下这儿来躲清闲来了。陛下不知啊，现在各位国公都在监察院门口找我放人呢。所以你躲进宫了。现在京都城内外只有陛下这儿最清闲。你躲什么呀，陛下？
您那可是火药啊！是。我问你，你们医处是不是不想放人？回陛下，抓人的是范闲，要想放人的话，也得找范闲才行。你们找范闲啊？范闲现在也躲在宫里。跪下！你是抱月楼东家？范思哲才是大东家。哦，那就是有你了。范思哲说赚钱。范思哲说让你吃屎，你吃不吃？范思哲这倒不至于啊。你怎么还替孩子说话呢？哪儿帮了？你还敢鼓动各家子弟当街给我来人去？这没有。我再问你一句，有没有？真没有。行，不说实话是吧？来人，去把我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。娘，来人真不是我干的。刘一，小小气，殿下不至于这么糊涂。哎，你说你们几个也是，看把我柳姨气成什么样了，还在这钓鱼，让你拿藤条赶紧拿去啊！我让你不说实话，说不说啊？疼，不说是吧？哎，说不说？娘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臭小子，整天柳姨消消气，看你还跑不跑？跑不跑？让你跑，让你跑！打死你！柳姨歇一歇。臭小子，叫你不听话。柳姨，喝口茶吧。真不是我，娘。臭小子！哎呦，别打！你先等会儿，等我打完他的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说不说？娘，我真没有。柳姨，您要不还是钓会儿鱼吧？下人们都看着呢。我管他上人下人的，钓鱼是解闷儿，我抽他也是解闷儿。说不说？还说没有？还说没有？真没有啊！哎呀，臭小子！别打了，娘！哎呦！哦，动藤条了，真打了。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看看？晚了。嗯，打完了，这么快？最后还是范闲给拦下了。无趣，无趣呀！没有热闹可看了。朕想问，为什么宫里的事儿总是你比朕先知道呢？因为监察院就是陛下的耳目。看来赖明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监察院已经做大，无人能管了。说的没错，有道理。请陛下三思。三思？你总让朕三思。思什么？赖明成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，因为他是被陛下杖毙的。如果他说的都是对的话，你可真敢说。老臣忠心耿耿，知无不言。你就不怕有一天你和赖明成是一个下场吗？为国捐躯，不惧一死。得了吧，不去死。刚才你躲什么呀？陛下，这死亦有轻重之分。朕看最没轻重。这孩子嘴真硬。小小气啊！哎，这怎么拿走了？我还没打完呢。哎，刘毅，我觉得那群混小子拦路的事儿，他是真的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这就是有人借机使坏，想让我和柳毅不痛快。以后少往宫外跑，听见没有？哦，贤儿，
以后啊，你帮我多照应着。要论亲戚，这孩子还得叫你一声大表哥。刘姨别这么说，殿下是皇子，皇子也得认亲讲理啊。叫人，大表哥。孩子瞧着真喜庆。堵你的可都有些家世啊。是，府上都有爵位。你都给抓了？都抓了。那可得罪不少人啊。不怕。傻孩子能不怕吗？官场就是人情世故。陛下要我做孤臣，我也只好铁面无私了。别出去瞎传话，听见没有？不敢。你也是，什么都敢说呢。外面不说，柳姨不是外人。这也真是难为你了。柳姨，这几日千万别让他出门，就怕别人还在等机会。你放心，我盯着，绝对不让他出门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急，再多说一句啊，毕竟你是这孩子大表哥，还沾着亲呢。没事多来看看他，也替我管教管教。这瞧着不顺眼就直接打，怎么打都行。啊什么啊？我意思，表哥你以后常来啊。行了，打也打了，教训也记住了，起来吧。起来吧。抱月楼还去吗？不去了，我那是被骗的。那抱月楼以后是表哥的。柳姨，那我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宫里送来了一些酸酪，你不是爱吃吗？我差人给你送到府上去。酸酪浓郁可口，柳姨有心了。留下吃个饭再走吧。别了，一堆国公等着呢。贤儿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好，多谢刘姨。贤儿，慢点啊。以后常走动吧。跟大表哥，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。老二都禁足了。我跟你说，往后你能不能求个安稳，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。这次抱月楼的事儿，就是有人故意给你挖坑。这皇宫大内险过深渊绝境，其实娘不希望你留在京都的。你能明白吗？娘，我明白。刚才娘是不是打疼你了啊？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疼？不疼。这不疼哪能记得住啊？来人，赶紧给我来人，把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，快点！听见没有？把我的藤条拿过来，快点儿！臭小子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打到你，记住，听见没有？回来！气死我了！陛下，叶家上了奏书，先给院长看看。不合规矩。你破坏的规矩还少啊！陛下说什么都是对。这是叶家和二殿下联名上奏。陛下，范闲继承庄墨涵书籍，文才经世，他们推荐范闲作为这届春闱的考官。对这个推荐信你怎么看？二殿下可是真聪明啊！刚刚进族就跟叶家联名上奏啊！叶家什么底呀？叶流云大宗师啊！这联名上奏，日后二殿下依然前途光明。他们的婚约是朕赐的，他再聪明也是陛下给的。你就看出这些？还有，二殿下跟范闲争斗之后，马上
上奏举贤，让老臣感动。不谈人事，谈什么呀？朕在想，像范闲这个年纪，能主持春闱吗？你这是什么嘴脸？陛下，老臣不好说。刚才陛下说不要谈人，范闲恰恰是个人呐。春闱如此重要，老臣不敢僭越，一切还要听陛下定夺。陈院长说话还是那么的滴水不漏。老臣毕竟忠心耿耿。真诚啊！方公子，方公子，陛下口谕。这么巧，我刚准备走，陛下什么吩咐？陛下有旨，春闱将至，范闲兼任四品居中郎。此次春闱监督胡明抄录。恭喜小范大人，这一届学子该称呼大人一句作诗。居中郎，这官名有点意思，陛下先取的？哪能啊？居中郎自古便有。那侯公公觉得这朝堂之中，我该居中吗？老奴哪懂这些呀？居不居中，不都得靠着陛下吗？多谢侯公公提醒。哎呦，严重了，哪招提醒啊？随便乱说。哎呀，您看我这也没带些碎银。哎呦，您可别开这个玩笑，不合适。再说我也不敢呢，是吧？口谕传到了，我回去伺候着了。他头在动，明明看着我呢。哥，你回来啦！少爷，哎呀，不用跟我行礼。哎，回头跟你娘说一声，明天菜做的清淡点啊。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是不是下不去手啊？缝好了。缝好了？都包扎好了。这精神挺好的，缝得不错呀。好歹也是看了这么多医书呢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那个哥罗芳效果真不错，全程都没醒。你就不害怕？还行吧。没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烤了吃呗。有道理。不过你这心态啊，更适合当兽医。不会，跟人看病不会这么想。若儿啊，学医啊，不光是胆大，还得心细手稳。我该怎么做？哎，捏着，放平，抬高。你头发里藏了这么多针，这不显得发量多吗？有道理。别什么都有道理。稳住，不许让它掉下来。然后呢？
你别说，这手还真挺稳的。然后就是学会在运动中保持平衡。首先呢，就得走起来。练到后来啊，不管是正着走、倒着走、前后左右、东南西北，哪怕是蒙上眼睛，它都不能掉。你跟我当年练这个的时候啊，老师说。你是第一次练这个？对呀。手这么稳吗？是不是很有形意的天赋？算是吧。哥以前也练过？练过。也跟我一样，可以挑着针走来走去？差不多吧。啊，那个若，这不用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啊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一些皮毛、最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。学医呢，还是得多读医书，五脏六腑的位置啊，人体穴位啊，都得记牢。然后呢，就是找一个水果。水果？对，拿着水果，不停地割开再缝上，割开再缝上，不停地练习，不光练手稳，也练心细。我记着了。现在要练吗？不急于这一时，咱们今天先到这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哥，我差点又掷伤盆地了。啊？嫂子要找你。来啦。你猜到我会晚上来？潘大人，你来我这儿，晚上比白天多。你这话说的，显得我不像好人啊。勋贵子弟拦路打人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这应该是二哥暗中推动。我知道，都是被他当枪使。那些少年，你该打就打，该训就训，陛下撑腰，那些国公勋贵不敢怎么样。大不了你打完了，我再登门赔罪，好歹有个郡主的身份，他们打碎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。婉儿，咱俩真是珠联璧合。兰人事件瞧着凶险，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影响。若是二哥真想报复，手段绝非如此浅显。所以你觉得这只是表面的报复，让你安心，觉得他既穷于此。而真正的杀招，暗藏其后。春闱监考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我记得上一次提到这件事儿的，也是他。若二哥真有为你而设的阴谋，春闱就是最好的舞台。春闱科举是全天下文人学子的盛宴，所有寒窗苦读，所有披星戴月，一切辛苦煎熬，都是为了这个鲤鱼画龙、平步青云的机会。未来这段日子，天下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京都，所有希望和绝望都会在此上演。你我天生就应该是夫妻啊！所思所想如出一辙，这不是天生的姻缘是什么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春闱之后就是大婚，大婚之后我掌管那股财权，要想阻拦我，就只有春闱了。你有应对了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李承则落子。那你千万小心。不过，斗输了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咱们弃官不做，游荡天下。反正有你就行。别动手动脚的，羞坏了。那话说回来，我这看了半天了。你绣了个什么呀？鸳鸯戏水。这是鸳鸯。其实真的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别找补了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以前学这个吧，就喜欢绣花草玩石。不喜欢绣活物，
现在要学，确实太难了。那就不学了。来，喝水。这是要送你的，不绣鸳鸯说不过去。送我？成亲的规矩。怎么还有这种规矩？不成文的习惯，这不显得大家闺秀吗？那你以前没练？以前觉得自个儿活不到成亲。快了，春闱忙完就该成亲了。到时候一定绣成鸳鸯。为什么小的时候不喜欢绣活物啊？帕子里的东西绣得再好，终究是死的，就好像被困在里面了。我从小被关在宫里，染着病，无处可去，看见他们，就想到自己，心里别扭。没事啦，现在有你啦。我在儋州长大，儋州是个港口，每天都有很多的船来来往往。等到日落的时候，海上的飞鸟随风起落，放眼望去，全是生机勃勃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。其实，我都没有离开过京都。成亲之后，我带你去看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等到所有的麻烦都不再是麻烦的时候，我要带你看遍天下的美景。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掌柜的，有空房了吗？我昨天来时客满，小二说让我今天一早过来碰碰运气。您稍等。史公子啊，正是史产力。您运气可真好，刚有客人离开，正好空下一处，四人合住。哦，不瞒公子，春闱就在眼前，现在在京都城内想找个住处，那可真不容易。四人合住虽是喧闹些，但房钱可便宜多了。公子也是来参加春闱的吧？啊，那肯定是。既是考生，能否看下官府发的文书？不是针对公子，春闱将至，京都管得甚严，我们呀要仔细记下细节。回头啊，府衙要来查看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掌柜啊，有没有更便宜的？还要便宜啊？不跟人住也行。不跟人，没有这种房间。那有没有，比如说，你给我钱的那种？啊，掌柜别误会，我是说，我可以替您打扫院落，又或是端茶倒水，这工钱抵了这房钱。抱歉，石公子，小店人手够了。我先说说这个，当年乡试，他排在我后面很远，哪知道会试的时候啊，他就一举成名。石公子是不是有些拮据？不瞒掌柜，春闱啊，太费钱了。那倒是有一条门路。掌柜请讲。有一位大人主持本次春闱，石公子若是能找到他，或许
能帮你一帮。主持春闱是哪位大人？范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听闻范大人适才经世，别人都是惊讶，可在下不这么认为。从见到范大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范大人的才华绝非凡俗可比。你谁呀？大人，我贺宗纬啊，咱们见过。贺宗纬，有点印象。京都府衙上，你还帮郭宝坤跟我打过官司，是不是你？大人，那都是国家逼迫我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跪了，我只能假意迎合，其实我心中根本就不耻啊，大人。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行了行了啊，咱起来说，来。谢谢王大人。那你说你是贺宗纬，但这看着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哎，这相由心生，如今摆脱了郭家，心性已高远，长得豁达了一些。照你这么说，全赖郭家，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啊，大人。我这一直想着记录郭家的恶行，就想着有朝一日报与大人，为国除奸呢。那怎么也没报啊？这不是大人的动作太快了吗？这郭攸之都入狱了，而在下也逃脱了魔窟，这一切都要感谢大人。大人就是贺某的再生父母啊！可别，你看着比我老，精神上的父母。你这是认亲来的啊？在下一生所学，都是为了献于庆国，献于陛下，献于大人。站住！参加春闱的吧？正是。找我干嘛？拜师啊！大人才华经世，又是贺某的再生父母，我等读书人就是为了忠孝节义。若贺某不来拜师，这天理难容啊！知道我是考官了是吧？绝对不是大人。大人，贺某是真的敬仰大人。大人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最重礼义廉耻。若非大人换了旁人，我这说什么我也跪不下去呀。那你倒是站着说呀。我就跪着说，贺某一片赤诚，不知大人是否愿意收孩儿为明灵之子？孩儿愿天天侍奉义父左右，为义父尽孝。这刚才还拜师呢，这会儿都义父了。义父，孩儿飘零半生，孤苦无依，还望义父成全孩儿。大人，赶紧起来！大人，一处刚送过来的密报，您还记得史家镇吗？当然记得，全镇被灭口那个。现在有活口了。史产地。史家镇被烧之前，他就来进京赶考了，所以他是整个史家镇唯一留下来的活口。昨天到了京都，按规矩呢，学子入住客栈需要核实身份。邓子岳得着信儿，立刻就递过来。唯一的活口。史家镇唯一的活口，还来到了京都。人住在京都客栈。殿下，我去一趟。你去干嘛？杀个学子，探囊取物一番。杀学子干嘛？不灭口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。可这终究是史家镇活口，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。那更不能杀了。你都知道了，监察院能不知道吗？就让他去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。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，可这终究是史家镇活口，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。那更不能杀了。你都知道了，监察院能不知道吗？就让他去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。
人在哪儿？同福客栈，医术啊，已经悄悄地把那儿给围了，以防别人暗中动手。邓子越做事还是仔细。等会儿，什么客栈？同福客栈呢？掌柜的贵姓啊？同福客栈，姓童吧？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吧。大人要想要个女的，我也可以给您想办法弄。边儿去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你可以走了。义父，闭嘴！读书人该有风骨。孩儿我趋炎附势，蝇营狗苟。贺宗纬，今日我不打你出去，就已经算是心软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孩儿是真的敬仰。滚！哎，孩儿先行告退。这是来投教您呢。我还是要脸的，这样的人我可不敢收。但愿天下读书人不都是这般货色。这般货色呀，也是少见的。少年人总是昂扬的多。但愿吧。老王，咱们一会儿去一趟同福客栈，啊，见一见那位唯一的活口。史家镇上上下下无数冤魂，能否沉冤得雪，就看他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话倒是好说，可人难做。酸辣，好喝的酸辣。留步。改日再聚。改日再续。范公子来了，借一步说话。大人，史产令住上？正是，住的4人间，同屋还有3位考生，这是姓名。杨万里、程嘉林、侯继常，家事正在核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还有大人，这是史产力入住客栈以来一言一行的详尽记录，请过目。这都查了，未雨绸缪嘛，万一大人用得上。还喝酒了？与3位考生相谈甚欢，喝了几杯，酒量倒是一般。这会儿人不在客栈？是，人正在考院。离考试还有那么多天，这会儿去考院做什么？在砌墙。砌墙？用点心啊！来，轻拿轻放。慢点，好嘞。后边行，别碰坏了啊！慢点啊！大人请看，这些都是参加今年春闱的考生。那边2个。他们这干嘛呢？帮礼部翻修考院。翻修考院？那不是工匠的活吗？怎么让学子干？是。礼部尚书郭征郭大人提议的，说是学子众多，家境不好，京都物价甚高，贫寒学子活得艰难。所以说，这工钱与其让工匠赚，不如让学子赚。正是，自愿参加，既可以提前感受考院的堂皇气象，又可以挣些银两维持生计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位尚书还蛮体恤民情的。大人，那位就是郭尚书。他这郭大人还亲力亲为啊！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呢？卡那儿了。
实啊，专修考院既是功也是德，自然是要画像留念。朝中某些大人确实有此雅趣，有点意思。那大人，咱回医书，咱也画一个。市场令呢？哎，那就是市场令。他这也是画像吗？这没看着有画师啊。部位倒是不严，部位自然护的是上书大人，没人在乎这些缺字。贺宗纬，想不想入官场啊？若能出人头地，你可愿以身犯险啊？敢问阁下是？大家都小心点啊！李兄，哎，阁下是？史兄把我忘了，咱们见过的呀。咱们见过吗？史兄是不是住在同福客栈？那倒是，4人同住。没错。家在边境，史家镇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跟你说过啊。那天醉酒，咱们聊过几句。啊。那晚有兄台吗？在茅房的时候。那晚我喝多了，没记事儿。史兄这是手头拮据啊，确实不太富裕，同病相怜啊。侯继承，兄台是姓甚名？史兄啊，这位是史兄朋友啊，都住在同福客栈，之前见过一面。史兄，你不介绍一下？这位是我同屋的侯兄，侯继承。侯兄好，在下姓范。范兄好，同住一家客栈便是缘分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二位谈兴了？哦，那倒没有。就是刚才看见史兄一直握着手里的青砖在那发呆，不知为何。我也看见了。史兄啊，我来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大老远就看着你坐在那儿盯着2块砖一动不动。郭尚书就在那儿看着，就算是累了，也要装出辛劳的模样才好啊。我倒是不累，就是砖啊很奇怪。啊？砖怎么奇怪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砖，这一片是要换上的新砖。所以呢，新砖、旧砖，听出来吗？这旧砖听着像敲铁。铁，这是上好的金砖，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。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，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。哎，还有你们看，这拆下来的柱子，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。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木头，太普通了，极为普通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礼部翻新考院，为何换上去的反而更差呢？史兄如何懂得这些？啊。我家乡都有行商，这些我都亲眼见过，绝看不走眼。师兄，此话切不可再讲。为何呀？考院翻修是由郭尚书亲自建立。那就更该告知郭尚书，免得他被人骗了。此事与你我无关，最好视而不见。可是，相信我。哎，为何视而不见？以次充好，说没有贪官作祟。我等读书之人，明德之理，怎可视若无睹？小生些。别见怪，他俩老这样。你堵得住我的嘴，你堵不住天下这妖无辜。算我求你了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大兄，喝水，多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泉州杨万里，
在家乡颇有名望，乡试名列前茅。我等4人啊，杨兄才学最高。杨兄，幸会。幸会。我这就去。你少读些书吧，就算是告发，我们的话谁会听啊？听说小范大人现在你认识小范大人吗？我可以认识。郭尚书认识小范大人吗？那是自然。你们2人谁和小范大人熟络？郭尚书。人家2人共同掌理春闱，要是早有往来，又当如何？我明白你意思，你的意思是，小范大人和郭尚书沆瀣一气，狼狈我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忍了，莫再提这件事了。如果这都能忍，那读书何用啊？就算要管，也不是现在。那是何时？杨兄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那你现在做官了吗？没有。要管闲事，就认到我们也是官。读书人何至于此？因为都是这般。告辞。哎，杨兄，杨兄，明明是个书生，跟个莽夫似的。哎，老兄，你刚才说这来这做工也是为了做官，何意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生活拮据，赚些吃饭钱罢了。除了钱财，侯兄在来之前还交代过我们这其中的关键。师兄，无妨，师兄都是学子，是懂得分享。侯兄说了，咱们来做工，不仅仅是赚钱，也是为了露脸。露脸？咱们这些来做工的学子都会在册上留下姓名。郭尚书本人就在现场，咱们最好能让郭尚书记住咱们的名字。记住名字？范兄，你看，这么多考试的学子，若能被记住名字，就等于留下了印象。到时候看我们的考卷，说不定就能多看一眼。还是侯兄想的长远。如若不然，我们这些人哪有机会上榜啊？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？才学没有用，我们身份低微。这跟身份有何关系？范兄有所不知啊，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？怕是成千上万吧。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。届项满试传言，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然后再选些名士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。那些有钱有背景的，先拜山里，一睹头效，将来都是同僚，那些大人物自然要提拔自家门生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到了考场上，不还是拼才学吗？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泉涌。依你所言，这科举春闱，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？杨兄慎言呐，小心身家性命啊！范兄也是啊，听我就好，别惹祸上身。考前内定，考场如过场，这不就是舞弊吗？本来就是。小声些。可我也在想，若真如此，为何无人告发呀？告谁啊？那唐章的不也是官吗？那公平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公平啊！哪有这种东西？若没了公平，这春闱不就是场笑话？也许等我们金榜题名，就能改变这一切了吧？陈嘉林呢？啊，问萧史料呢？我叮嘱过他了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想想啊，是真没意思。干活去了。师兄，谨言慎行。范兄，
什么呀？侯队长，哎，这也太厉害了，一个人搬了这么多趟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辛苦了。要不歇会儿，一上午看你没喝水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可不好，应该的啊。不用吗？我再帮你多搬几趟。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够了。哎，樊兄，来，吃个饼，我就自己吃啊。那行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好嘞，多谢啊。哎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认得我。朝堂之上见过小范大人的英姿。那个，这次春闱，郭尚书才是主官，可别喊我大人。小范大人前途无量，他日必将一飞冲天。小范大人怎么来考院了？路过，也想见见郭尚书。郭某也早想结识小范大人。快走！不必辛苦。郭尚书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请讲。这考院翻修，石料砖块以次充好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太次，也都经久耐用。这么说，郭尚书都知情。要说不知道，岂不是儿笑话？这翻修考院，户部可拨了银子。那肯定的，户部不拨银子，谁敢动工啊？经郭尚书这么经久耐用一番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应该还有些结余。那些拆下来的金砖和金丝楠也都不便宜，拆下来的砖木都在礼部的库房，结余的银两也都记在账册。郭某知道小范大人有凌云之志，立志要惩贪除奸，郭某是赞不绝口，绝不可能明知故犯。这次重修考院，没有1钱银子进到郭某的口袋，郭某问心无愧。小范大人如若不信，便可细查，咱们礼部配合到底。钱在账册，都在，砖木在库房，绝无缺失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郭尚书这么做，图什么呀？郭某既然身为礼部尚书，自然不能尸位素餐。咱们为官之人，就应该多做一些实事。懂了，这翻修就是实事，实事就是政绩。政绩，这词儿用的巧妙啊，以前都没听说过。政绩，还给自己画了画。证明郭某做过此事，以后也好有个纪念。那省下的那些银子呢？礼部人也不少，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。逢年过节买些酒，买些肉也是应该的。您说呢？库房里的砖木呢？咱们为官清正，各家府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破败，也要整修整修。用库房的砖木，绝都合规矩的，绝不违律法，都在规矩内。那肯定都在。郭尚书为官多年，对这朝堂的规矩吃的是真透。为官清正，但也得活命不是？就不怕这些学子知道了？他们知道有什么用？万一将来谁金榜题名了，参你一笔，也是个麻烦。小范大人，刚才都说了，全都合乎规矩。再说了，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次出梅啊，在这个名册上的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为何？这些学子心思狡诈，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？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？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，岂能录用啊？只
是想想也不行。读书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品性高洁。正像郭某，绝不能容忍这些蝇营狗苟。若非门外的学子有大人的门客，只是想给这些学子留条活路。小范大人品性最重要。就像我无条件的相信小范大人的品性。您想做什么，我没意见，按你的来。侯继常啊，你可真能干呀！是啊，侯继常，你也太卖力了吧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呀，侯继常？这来来回回好几千趟了吧？真厉害呀，侯继常！